继续来看我们金钟奖嘅专题报道，系客人嘅旅游专家文思凯主持嘅广播节目《全世界来做客》，喺上礼拜六嘅广播金钟奖得到为最佳沙期节目主持人奖，也替50届天使金钟奖嘅颁奖典礼也礼拜六会举行哦。客家天使今年1月21号表现过大年，今年客委会也颁了1位茶会，鼓励也缺1位嘅优秀媒体工作者。 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。第50屆天使金鐘獎，在戲劇節目類、韓國兒童少年節目類，客家天使台分別都有2個節目2位過競爭。韓國本年在戲劇表現都係過大年。今年美國用出境事務所新訂發開分別2位嘅7項韓國8項大獎。客委會主委劉慶忠一day頒發現自家作為獎牌本2位者，我感謝大家按答辯。 家今日咧就會第萬年得獎，演出客家天使台戲出2位嘅也都難唔足夠，沒如過期待。入圍就受到這樣的款待，就是非常開心，而且他們做的那個就是給我們每個人一個獎牌，做得非常精緻，就覺得哇，真好真好，以後要多演客台的戲。新年花開其實入圍8項是最所有戲劇裡面入圍最多項的，那怎麼講？很意外的驚喜啊！得獎的是。 老大好，你宣布啦！温世凱，全世界來做客。另外，針對到廣播金鐘獎沙期節目主持人獎嘅文思凱，用自家係旅遊作家，又係客人嘅背景，帶領聽眾打榜各種主題，用旅行嘅腳譜來認識客家。節目推出嘅3年，一直都歸數年歡迎。 透過他這樣子的一個分享，去知道說，其實國外有什麼樣的一些文化，其實跟客家會有一些還蠻奇妙的一個類似之處，一個文化的一個雷同這樣。佢感謝佢哋平時呢對我客家文化、客家戲劇安尼付出、安尼努力，有安尼專業表現，也希望佢哋也禮拜六呢可以敲響金鐘得大獎。 跟客家多樣嘅風貌，表演各種各樣廣播韓國電視節目導向，為聽眾韓國觀眾打榜安尼來欣賞多樣嘅族群文化。韓國精彩又豐富嘅內容，無論係創新也係傳統，都為大家來認識望鄉樣嘅客家。客家新聞，祁龍俊、陳欣怡特別報道。